这群台南特殊教育学校对幼儿组到高级组参与议会会顶彩绘比赛前3名的12位得奖学生，以接受议长郭信良颁奖，肯定因典型的纯洁甲用心。到时总共有160个会顶，拢将刷到议会餐厅。是学校在校长和老师以及家长的合作之下，能够做出这么好的作品。看得很不简单。那这个作品都是这个学生呢一笔一画画出来的作品。我们看的呢很简单，但是在他们内心世界所展现出来，是他们非常非常纯洁而且值得欣赏的一个好作品。在他们内心深处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作品里面展现出来他现在的想法。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这样创作，非常的高兴，也希望所有全国和台南市市民共同来欣赏这个作品，来到台南市议会共享10月7号到16号所要展出的灯会，让来欣赏他们作品，给他们一点鼓励。对这群特殊教育学生来讲，会顶创作完全无限主题，拢是自由发挥，所以真侪拢是为因介意的网家甲人物，反映出家己内心的想法甲色彩。他最喜欢魔女宅急便了，所以他说他要把小魔女画上面，然后呢，就是他把线条画上去之后，就慢慢让他去着色，因为他是非常有创意的小孩，所以他的线条又非常的流畅。然后像这个是。他说他要画一只龙猫，可是他又说他是哆啦 A 梦，然后有白色的袋子，所以他就把它全部用就是蓝色的把它画起来。只是他的线条本来他就是很喜欢画画的孩子，对他画得很开心，所以他画了2个。对，他去年创作也有得奖。该校对45周年校庆举办第1届彩绘会顶开始，到配合议会灯会已经第3档。以校长的观察，认为艺术对稳定情绪有真大的帮助。其实绘画对学生的稳定情绪有很大的帮助了。那也这次感谢我们台南市议会提供我们这个灯笼让我们的学生来做彩绘那我们也有部分学生是自己创作的就是不需要老师协助那也有部分的学生是需要老师来初步的构图，然后让学生去上颜色那不管是如何透过这个彩绘灯笼能够对他们的情绪有很大的稳定的帮助。这样，今年议会对10月7号开始到平安祈福灯会，欢迎所有民众来到议会欣赏，也给这群学生上大的鼓励。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